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继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昨暗已经去到中国北京，这是已经让9年，才有美国总统去到中国。北京是派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来接机，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规模。打算今仔早夜10点，川普就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有可能会讨论到贸易、科技，也有伊朗参台湾的议题。美国总统空军1号专机13暗时差不多7点50分去到北京首都机场，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也有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等人甲迎接，已经是上关卡的规格。川普行出空军1号，踏上红地毯，接受囡仔的献花，也有数百个中国青年甲机队甲欢迎。了后去到北京四季酒店，酒店周围来看车队的人，客家点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毕竟是9年一遇，所以是一个很难得的沟通的机会。两国在这个科技啊、AI、半导体方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竞争和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一起多合作、多交流，然后少一些摩擦。这届对川普访问的政府官员，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欧、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较受人注目的是赫格塞斯，这是自1970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以来，头一届有美国总统带现任的国防部长访问北京。让人真意外的是，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并无对来。也来企业代表方面，包括彭格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有最后也登基的辉达执行长吴林芬等10多个人，包括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川普预计14早起10点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的仪式，会甲习近平见面，两个人会展开1点钟的双边会谈，针对伊朗战争、贸易甲美国对台湾军售等议题展开会谈。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指出，预计川普甲习近平会讲到台湾，也毋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可能在川普访问期间就发生变化。川普甲习近平两个人14下晡会做伙去参观天坛，毋是2017年访问中国时参观的紫禁城。暗时6点会参加国宴。公视新闻景观庆编译。今仔日要举行这传习会，咱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昨夜来启动太步操演，佮头一届使用标枪飞弹，就是要来展现咱自我防卫决心。另外，针对着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互纳买2栋台调4700亿，这毋但是影响到咱的国防，恐惊到连规个无人机产业链拢会受到冲击。真济台 CM2 驾车伫前线一合向海面火力全开射击。13透早，金防部展开太武操演，模拟强军登陆，执行反登陆作战，出动榴炮、加农炮、迫击炮，建构精密的火网。这届实弹操演上大特色是标枪飞弹，头一届伫金门展示有接近速度紧、拍正准的特点，用来反制中共海上2车步战车，官兵展现训练的成果。头一场就精准拍到海上标靶。标枪飞弹展示反装甲火力，M60A3 战车、CM21驾车机动部署到海花阵地，消灭想要登陆的强军。它并不是用来做坦克大决战，而是对敌方的两栖车辆或登陆舟艇进行射击，也就是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迷你的反舰飞弹。那在4公里左右的射程内，它会有一个有效的摧毁来袭的两栖战车、登陆艇乃至于气垫船。另外，国军以陆俄战争的经验，按算1.25兆特别预算，购买21万台无人机，7320架无人艇，强化无对称作战。不过，在野敢若通过7800亿的版本，3度无人机载具 AI 系统整合，让台湾的无人机发展出现变数。经济部无人机产业专家小组共同调一人陈炳辉伊讲，若是有军方的大笔订单投入，唔来当去因厂商加入，买当降低研发的成本。我们要做一个晶片，假设要请那个联电跟那个台积电做，你没有50万颗，他不会帮你做。所以说你也就是代表说，要下大单就对了，你就一定要下大单。陈炳辉是讲，台湾无人机有能力做到好用国俗，目前已经外销去欧洲。伊估今年产能会当比去年增加4至5倍。希望朝野重视无人机的发展。记者采访报道。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3大弊案，进前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遭北检是搁在约谈移告案。人生当中难免会碰到非常的困境，那对我来讲是如此，但是呢，我一定会勇敢的面对。
这个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甲协会的补助款，还有违反着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等。2月11日时，互检调头一间约谈，迄阵啊，讲人无爽快着请回限制出境出海。3天后，第2届约谈，信后以100万交保。即马北检是第3届叫伊到案说明，会继续来理清案情，信后已经请回。另外来关心环境部的环境管理署署长颜旭明是逼出涉嫌公务背信，去互检方搜索，带回去调查。信后颜旭明是以30万交保，因为详细案情，这检方是讲也搁咧调查当中，是无方便给说明。初步研判应该是农民储存农药在灾害的时候破裂。去年花莲高雄乡灾前，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颜旭明去到灾区处理水沟摒扫，那像是农业漏涉的部分，做工课时亲身出来负责。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一个农药。不过，伊即马所逼出那像涉入公务背信，台中地检署13指挥调查局台中处去发动搜索，而且通知颜旭明到案说明。本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严姓署长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环境管理署等7处执行搜索，并约谈相关人等到案说明。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为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万元具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环境部表示，会确保环管署的政务稳定运作，公共服务袂断去，也强调绝对袂允准贪污，配合司法的调查，密切关注侦办的进度，望会当赶紧查明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风面的影响，今仔日各地天气拢无介稳定，尤其是中部以北，这雨势更较明显。气象署要针对嘉南甲苗栗拢总发布大雨特报。今仔日因为云较高，搁落阵雨，日时北部、东部的高温是溜降到25度，因为其他所在也是有29至31度。明仔载方面会如往南平线，东半部的雨会落搁较粗，西半部离岛地区嘛拢会落阵雨，预估就要到拜六礼拜，这天气才会较暖和。继续来看，淡江大桥伫咧12是正式通车，因过头一天警方就来处理17件交通的违规事件，昨也有轿车甲重型机车是拢做伙。另外，这机车道嘛是防质疑讲上过栏杆无防护，时间是有缺失。因为公路局是搁再强调，一切拢按照标准的停驶。我想人咧骑，我嘛这样骑。机车开去快车道，互警方查落来。大车有专用匝道，你们要走那个匝道。大货车驾驶无行专用道，也被查落来处理。种种违规行为拢伫淡江大桥通车第一天，警方处理17件，车祸阁是连续发生。通车第一天，轿车甲重机13个驾驶技术分心，造成3车对撞。虽然原因爱搁调查，不过淡江大桥开通了后，状况是真多。即使天空不作美，还是有不少旅客亲自造访淡江大桥，但想要在这里留下美照，还是得遵守规定，包含行人跨越车道拍照，以及车辆半路临停，都是危险的 NG 行为。检出两段违规是公局特别提醒，因为某民众踏入栏杆，甚至想要冲过车道翕相，要人会坐伫机车道栏杆休困，也惊机车驾驶伫较无车的时阵停伫路径落车，拢增加交通安全的风险。一座桥不单是美丽，最重要是安全。没有安全，再美丽都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一定让交通安全顺畅。淡江大桥正式启用，不过风波未少，为机车道跨度、护栏无保护甲桥梁相关的设施，拢被外界质疑有工程缺失。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强调安全的重要性，高雄桥进行一项大动作澄清，13个开记者会强调拢是照标准定数来施作。交通上面要去这个微调更细致的这个部分的话，那这个目前我们跟这个新北市交通局这边都互相在这个共同在观察每天的一个车流。桥管中心里面有配备这个26支的 CCTV 监测器，那可以长时的监控桥梁上面的状况。
其实政府营收创全台会议桥梁管理中心24点钟监控动态，暗过要互淡江大桥个安全升级。公路局回应会观察车流，各个新北市府检讨建商在交通后置管制等层面继续调整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针对医美诊所偷翕的事件，卫福部决议要严格禁止使用偷翕的设备。一般的诊疗室若是得到患者的同意，就会当录影；而若手术室这款较温顺的空间，就袂使录影。再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统计高中以下校园霸凌通报案件，5档内已经变3倍多，其中国小通报的案件是增加上多，主要拢是言语的霸凌。落尾是《自由时报》。国民党一个宜兰县圆山乡长张宜华涉嫌侵占代理船长的事务费上百万，互检调约谈了后，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依法也该停职。继续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民进党是正式来定调林委沈碧阳参加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党主席赖清德强调，沈碧阳就是上好的人选。因若要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回应讲，伊家己拢专注伫咧市政。另外，国民党这边也来确定，彰化县长的人选是要定调前科技会的主委魏炳正。因过国民党立委谢依芳，也有前民众党的立委蔡壁如，拢想要来参选。由新兼党主席赖总统亲自换竞选的党啊，民进党中执会调查确定由立委沈碧阳参战台北市长。赖总统表示，今麦台北市有上会主管，暗过无扮演带头的人，也无为台湾加分。沈碧阳是台北市长唯一竞选。台北市的人口不断的在流失，预算最多，但是看不到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 OK 泵，我们要给出的是。要给台北完整的免疫系统。那怎么看现在你的对手沈伯洋他就问，台北队就是持续每天专注在事情上。那边连任的蒋万安强调家己一步一脚印，和所有的市民环境得到上好照顾。国民党中央中常会也确定定召前科技会主委魏炳正参选彰化县长，伊本人也向党内其他想要争取的对手发声，为今麦开始绝对免混乱。我绝对不是空降，我相信。我对彰化的贡献不会比其他人少，今天只不过因为我的知名度可能比较低，这个是我必须要反省检讨。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所有的人才，国民党都不会忘记。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原本想要争取出选的会谢依芳，伊为什么国民党内要参选人民民主做民调？现在是否脱党参选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领便当了。就在党中央今天征召之后，才开始进入高潮，就是传出民众党的蔡壁如认为连他这个外地人都民调都比魏平正还要高，所以有意以民众党的身份来参选彰化县长。我希望我们能够来做一个摊剖，那把蓝白呢大家一起整合起来。不过国民党组合会主委李泰华表示，若要过去伫强推人选时共同协议，讲的就是新竹市、新北市、南甲嘉义4县市。对蔡壁如个人参选意愿，认为民众党会家己妥善处理。对民进党早就就定过参选人，但所话是表示尊重，因为对伊来讲，上重要是对选民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参议院是表决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通过由总统川普提名的前联准会理事华喜来接任联准会主席。所以来华喜上任了后，就要面对着油价甲通货膨胀压悬。外界是评估认为，在联准会短期内毋若袂降息，甚至有可能是被迫要考虑搁再升息。The ayes are 54, the nays are 45. 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 在经过几个月政治攻防了后，56岁沃许总算受到参议院的确认，正式成做新一任联准会主席。这项任命案打破过去两党对联准会首长典型共识的传统，看到目前华府两极化的政治气氛。美国总统 Trump 直直希望联准会会当降低利率，也毋过面对这期，沃许在进前的听证会捍卫独立性。Are you going to be anybody's human socked up?
No, I'm honored the president nominated me for the position, and I'll be an independent actor if confirmed as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不过，我续接落来的，无定着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经济动荡。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受到荷姆兹海峡封锁、原油供应断暂的影响，4月生产者物价指数起 1.4%， 是4年来上大的。油价也当咧开始影响经济各领域，这也代表通货膨胀加悬的趋势愈来愈明显。We've got mixed performance in the market today. You've got technology leading some of the sectors higher. S&P 500's at an all-time high today, but because of that hotter than expected inflation print from producer prices, we've seen those interest rate sensitive sectors like financials and utilities a little bit weaker. 上新的通货膨胀数据，让市场对降息的希望拢无去。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柯林斯坦白讲，若准通货膨胀压力无通消退，可能会搁讨论升息。这对一直要求降息的川普来讲是真大的打击，也可见我市上任了后，安怎伫个稳定物价、甲总统的政治压力之间，找到一个较平衡的做法。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情报僚長馬克去年爆出貪污的買代了後，已經辭職。今擺又再爆出涉嫌甲另外5個人透過一個基輔的好業厝開發案洗錢，金額有到1050萬的美金，合代票差不多3億4千萬。乌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情報僚長葉爾馬克12日用正式嫌疑人的身份出席國家反腐局的法庭聽證會。這過去捌是澤倫斯基左右手的情報僚長權力正大，是重量級人物。Я думаю, що ви почуєте під час розгляду всі наші коментарі з цього приводу. 葉爾馬克早佇去年予國家反腐局也初勘涉1億美金的國營核能公司貪污建設台迄時陣徛假國被所查，伊伫11月失去幕僚長的職務，正做羅西亞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政府上大規模的人事變動之一。相信的案情是，伊甲另外5個人涉嫌透過首都基輔郊區的豪華主題開發案王條來洗錢，背後也甲去年被驗出貪污案的國營核能公司有關聯，金額高達1050萬美金。烏克蘭多是戰爭期間，總統辛普比親信逼出重大金錢的建設台難免衝擊澤倫斯基的形象甲民眾信任。烏克蘭國家反腐局特別開記者會公開表示，澤倫斯基目前甲反貪腐無關係。По-перше, хочу сказати, що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їни не фігурував і не фігурує в межах досудового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На сьогодні, поки Зеленський є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України, юридично він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під слідством. 雖然葉爾馬克透過律師對外表示，這項指控毫無根據，不過烏克蘭人對這個捌在對美談判內底發揮關鍵作用的重要人物，明顯已經無信任。Добре, що підозра вручена, значить, ведеться якесь слідство і все-таки закони якось працюють. Я думаю, що підозру вручать не тільки Єрмаку, а ще це буде цепочка якась, ланцюг, який за собою потягне не тільки його. 選澤倫斯基無被列入調查對象，而且烏克蘭現任總統也有法律協辯權，不過反貪腐機構的大動作，這是侵蝕總統的權力核心，也代表澤倫斯基的名聲風險會增加。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輯。美國司法部指出，有一位華裔前市長王愛林，和聯邦法院來起訴，指控伊做中國政府的非法代理人，透過因經營的新聞網站，佇咧替中國的官員宣傳。但這王愛林也已經認罪，上當時會當判甲10年的刑期。美國司法部的網站11日發表聲明，南加州阿凱迪亞市的華裔市長王愛林，和聯邦法院指控做中國的非法代理人，因為安尼互起訴。在聲明內面講，今年58歲王愛林已經同意對這項指控認罪，依法相關會互處10年的徒刑。阿凱迪亞市的官方面冊嘛公告講，王愛林已經甲市議員的職務辭掉，而且對市長卸任。阿凱迪亞市是美國洛杉磯新界保具有名的亞裔自治的地區，對1980年代開始，大量的台灣福建人的移民佇遮定居，推動當地發展和繁榮。所以來嘛寫大量的中國和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Arcadia has a larg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so it's concerning when someone is in that position of power who has previously, at the very least, acted on behalf of China.
起诉的文件内面讲，王爱玲含曾未婚翁今年65岁华裔查甫人孙耀玲，表面上是做伙经营替华人来服务的新闻资讯平台美国新闻中心，但实际上却是照中国官员的指示，伫网站顶悬宣传亲中的言论，包括发表新疆无存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问题。佮讲散布这谣言是为了要抹黑中国，破坏新疆的安全稳定，和阻碍中国的发展等议题。孙耀玲已经伫2025年的10月承认做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目前已当得坐4年的监。It's just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democracy here, and so and just to ensure that there's no foreign influence. 王爱玲是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表示讲伊含曾未婚翁经营的媒体平台是个人的生活，并不是做公职人员的行为。但是嘛补充讲，媒体家己伫个人生活内面犯的错误来回实的，而且深表遗憾。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全球上大日本的北京爱物核电厂自从3.11大地震了后停止运作，今年又搁再停放。不过到今也是有这环保团体是环保灾害甲核废料等等的问题，反对这间核电厂搁再运作。不过，有专家是表示讲，确实即马这再生能源是无可能伫短时间内取代其他的能源，所以认同日本应该要有无共款的发电方式来维持供电的稳定。友保调化口号，抗议群众包围新式县政府表达不满。全球上大的核电厂，日本新式县的北基乃武核电厂，继14年后今年停启，变作日本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变点。在3.11福岛核灾之后，日本反核的声浪曾经一度高度受到重视。不过，随着用电需求增加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稳的影响，日本国内重启核电的意见大幅成长。在3.11大地震了后，时任的首相野田佳彦发出2030年代核电规定，到2022年，罗西亚攻打乌克兰，造成国际能源价小波动。日本的核电政策嘛出现大转变，改做会当伫最大的限度顶悬活用。最近几年全球的局势变化，气候变迁的课题和 AI 发展的需求，和日本政府是加速停启核電廠。国民调嘛显示講，支持核電嘅民眾已經超過反對嘅意見。デジタル化、AI 化ですね。電力需要の増加が急速になっていると。気候変動対策として CO2 を減らすガソリン車を電動車に乗り換える。化石燃料主体の作り方から原子力や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根據統計，2024年日本能源供給火力發電佔67.5%，再生能源23.1%，核電是9.4%。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在2030年，把核電的比例提升到20%，這嘛引發環保團體強烈的反彈。柏崎刈羽原発、福島第一原発事故以降にかかった安全対策費の費用が1兆2000億円という巨額な費用がかかっているんです。除了成本的問題，日本作一個地震大國是正歹完全消除核電廠的災害風險，核廢料的上尾處理地點嘛唔知影佇倒。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がまだ収束しておらず、被害者が未だ苦しんでいる状況。私たちとしては原発ゼロ、再エネ、そしてエネルギー需要を減らし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エネルギー需給のバランスを保っていく。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は我々が必要とするときに必要な量を発電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い。当面の数十年間において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 100% というのは、これは現実を無視した話であろう。經過福島核災，國面對全球能源危機和產業發展的需求，日本社會當定思考核電應該要做的角色。公司國際記者是做好日本當家報道。國際有啥物要緊帶，帶大家做伙來看世界。法國一隻遊船向心號標出諾羅病毒的疫情，已經有大約50個人流過吐真嚴重，其中也有一位92歲阿公過身。目前船頂超過1700個人，攏總愛留佇咧船頂隔離，袂當落船。有武裝人員走入去菲律賓的參議院大樓，佮傳出真濟間慶聲，好佳在是無人傷亡。這件代誌參前總統杜特地親信，也就是議員拉羅莎，去互清算敢有關係，也該調查。美國對伊朗展開軍事行動，禮拜11個禮拜。根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國防部主計長指出，針對伊朗戰爭的成本是已經增加到290億美金，等於是大約9100億。鏡頭轉來看國內，台中榮總年初是爆出疑似或者醫在廠商入去手術房替患者來動刀的事件。檢方今麥已經偵結涉案的2位醫師甲3位廠商的人員是互依照違反醫師法，也有刑法詐欺、處財等等的罪嫌來起訴。
患者伫门诊大楼出入入台中市唯一的公立医学中心台中荣总，平均一间门诊量是8,000人。不过今年1月，防检机脑肿瘤神经外科肾样的主任医师，还有微创性神经外科肾病的主任医师，互厂商代替开刀。台中地检署13侦结起诉，消息一出来，民众感觉影响到医疗信任度。那个不是医生啊，如果万一开错了怎么？那个病人怎么办？当然是不对啦。主要就是你要给那个主治医师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相信他嘛，对不对？因为人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就像想赚钱也不是这个方式吧。检方调查，两个医师贪得不便利，还有要加强甲医材厂商的合作关系。伫这项量骨类事件，甲用合手术的时，只是无医师资格的3个医材厂商人员入去手术室。非法执行电销指挥、使病人组织、直入路等等核心医疗行为，佮暗砍大刀的事实，甲健保署申请诊疗费佮手术费，患者嘛支付珍贵的自费医材等费用，厂商是提拨公关费予医师私底下分利，犯罪所得是196万7039块。阳性正性被告身为医学中心资深医师，竟罔顾病患安全，严重破坏医疗专业伦理，建请法院均予从重量刑。其余医材厂商被告部分，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3个医材厂商人员拢承认缓刑，纳回犯罪所得。检方以违反医师法、非法执行医疗业务、刑法诈欺处灾罪嫌起诉5人，佮建请法院爱甲2个涉案医师判较重的。中营以书面表示尊重司法调查，等待判决，会加强手术室管理。台中市卫生局强调，已经对中营督导不周开罚10万，涉案医师会移送医师登记委员会审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家长控诉，因的查某囝伫咧一间私立幼儿园，互老师甲拍甲骹脚片拢乌青兼硬火。也这老师要回室咧，讲是情绪失控才会起骹动手。因为高雄市教育局嘛已经启动调查，若确定是事实，相当是会加罚60万，而且禁止搁再来做教保人员。妹妹，你会痛吗？哪里会痛？今日来3个9来看，就算已经有病几落工仔，倒边肩胛头也是有红红的痕迹。家长讲，伊的查某囝今年5岁，读高雄三民区一间幼儿园，2年前同一个老师都捌因为囡仔袂晓念数字，揪囡仔耳啊。迄当阵回室咧讲是无细字照着的，这个囡仔规个脚趾片拍甲乌青结过，老师讲是一时情绪失控，家长无法度接受。你当老师，你的情绪控管有问题，就是就要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在这一块的人。但是我觉得你都没有，因为从第一次发生了到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去反省，也没有去寻求一些管道。一切该配合的，我们通通都会配合。现在目前，那一位老师辛为仁，他现在也已经不在学校了，我们已经有做马上的处理老师也离职了。涉案的老师已经向市透露，教育局才就通报11启动调查，除了保留监视器画面以外，也协助受害囡仔去高医的离校中心验伤，提供社会局甲司法单位来评估。教育局强调，只确定不当管教的事实，涉案的机构甲老师拢要接受定处。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其他情绪影响到当下的决定，当然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只是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可能一次的什么的就否定他们之前的所有的对小朋友的好。有其他家长讲，这间幼儿园的风评袂歹，因为边仔要起厝，学校按算7月底就要收起来啊，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不只个教育局表示，若要停业，上话6月初进前爱通报，目前因也未接到消息。记者柯家族区用高永昌报道。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指出，今年出事的人口可能无甲10万人，这招惊话也恐惊是会去冲击到妇产科，因为去年全台湾就有23间妇产科诊所收起来啊。若是这政府阁无提悬妇产科的给付，恐惊到时阵就会变做民众有心说是无所在会当来接生，甚至一个偏乡可能会更较吃力。
妇产科医师潘俊兴伫新北蘆洲诊所开业超过40年，伊讲20多年前诊所一个月来这生的红婴仔差不多160个，不过时代的演变，即马每个月接生量敢若剩1/4，差不多40个。佮因为健保互诊所的产科给付，每一个产妇敢若3万，根本无够成本，敢会当继续艰苦经营，嘛无排除休业外做。生产再降到30个以下就要关掉了。房租成本、水电成本，没有产科，你妇科私人开不起来。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1月新生儿有8000多人，2月较无7000人。虽然3月甲4月新生儿回升到8000多人，不过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推测，今年全年出席的人口恐惊较无95000人，佫创下历史新高。特别注意的是，去年全台有23间妇产科诊所关起来，差不多占接生机构的1成。医界烦恼，政府若是无亲像附近国家提高产科的给付，未来恐惊变做有产妇煞无所在生产，尤其是偏向医疗冲击上大。恒春医院就在想说，我就干脆关掉好了。可是关掉以后，你恒春的孕妇怎么办？她要产检，她要跑大概100公里去高雄产检。预计会在5月底进专家咨议会，6月底进共拟会，到时候共拟委员会循健保的机制来回应妇产医学会。医界强调，产科有公共医疗性质，袂当干那靠市场机制维持，安尼无可能会大崩盘。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提出配套的计划，包括提高健保给付、补助偏向产科甲改善人力待遇等，避免冲击孕产妇的医疗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伫新竹德北一间加油站传出有一公车司机去加油的时阵，煞是伸手乌白望这加油站的查某员工，犯案的过程拢去互监视器甲录落来。警方接到报案，依法来侦办。但这个涉案的司机是已经互停职，也受害者嘛要来追究甲提告。公车司机来到加油站加油，油拢已经加好啊，煞阁唔离开。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公车司机后一秒哪像伸手去望加油站女员工，员工惊到了，赶紧用手去动，避去边啊！我们离客人那么近，肯定会担心啊。这个动作不好哦，这个不雅的动作我们要制止，我们不能让那个客人这样子，连同家长要提告，哎呀，那我们公司就协助他来完成这个事情。代志发生伫新竹县德北地区的一间加油站，警方接到报案了，也已经依法侦办。公车业者也已经甲这司机停职，进行内部调查。接获报案后，已立即依规受理并通报，后续将依法侦办。在此呼吁，应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切勿有性骚扰行为。本公司针对此事高度的重视，那目前已经将涉事员工停职，并启动内部的调查程序，将依相关的法令以及公司规定对该名驾驶进行处置。根据了解，这穿低高手的查甫已经不是第一摆安尼生，目前加油站受害员工甲家属也准备向对方提告，予伊付出代价。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来看台铁的列车是有一个查甫人食烧酒醉，搁咧起酒痟。列车长要去甲了解情形，搁互匹配叫恐吓。铁路警察是伫咧十字站已经甲这个查甫人带落车去侦办。另外伫咧新北蘆洲，嘛有一个阿伯是坐公车要落车，煞无饲铃仔，家己煞来骂这司机，甲司机拍。但受害司机也决定要来提告。这个查甫爬起来，雄雄行为车前，一直甲司机撸，雄雄情绪压起来，要拍对方，搁举车窗的钢腿也要共讲。阿伯，按什么拿东西敲人？警方紧急出动，现场已经无冲突，不过这个查甫也伫车内，互人带转去侦办。公车司机决定要提出伤害告诉。伤势还好吗？司机下头老血流地，倒手弄伤，就是去互这个乘客拍。冲突是发生伫个新北市蘆洲，75岁姓黄的查甫，13早起7点外，坐3中客运806公车，因为不满公车到站无停。伊要甲司机理论，搁动手攻击，不过业者强调，乘客并无饲落车铃啊。乘客到站了，但是他没有按铃，他就走到驾驶侧，跟驾驶有些争执，突然间情绪来了就攻击。台中运输的从业人员唔拿公车司机面对工课场暴力的风险，代替嘛则发生列车长互人骂恐吓的事件。这个查甫徛伫车厢，一直大声吵，
就算列车长徛伫个头前，伊嘛无停落来，若无要配合验票，佮对列车长大声嚷。这个事件是发生伫个12暗时6点外，台铁的数字32处区间车顶悬，查甫对上山站上车了后，就一直黑白嚷，最后铁路警察到场，伫个实际站互人强制带走。经查该男泥醉且情绪激动。为预防公共安全危害，故立即带返驻地，对其施予保护管束。这个查甫失控的行为，经过警方调查，是因为伊啉酒醉，就算列车长无要甲告，不过牵涉到恐吓的行为，也是会互铁路警察依照铁路法函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手法是百款，由诈骗集团是利用台湾教会公报的名义，关于民众来加入，佮到万外块食饭钱。即马台湾教会公报社是已经报案，也呼吁大家要注意这款用信用来包装的网络诈骗。拍开面册的新人，今日去礼拜堂的相片，互人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又有申请的文宣，宣称要为基督徒打造一个教育空间，请真侪教友点入去，这哪像是真美好的平台。但实际点入去连接，这阵网页已经互刑事局封锁，这是新型用信用包装的网络诈骗。参会，我觉得更应该要去知道了解里面的内容、组织架构到底是什么样。这一看就是诈骗啊，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台湾教会公报社职员发现，网络上有人冒用该报社名义举办联谊参会活动，借以募款。本局依规定受理，将调其相关资料。指控本身偷用台湾教会公报社名义成立平台，甚至把真正的奉献连结放伫咧网页来骗大家信任。受害者加入来，对方会以非营利组织来打头话，再个以食饭费来讲讨13700块的费用。当事人打电话入去问，这站才别空。台湾教会公报社嘛随去报案。他们会利用这个基督徒的心理。想要找到基督徒的伴侣，第一次接到反应，可是就在我们发出这个声明之后，陆续还有收到一些回馈。卖互咱想要做善事的这个心情，颠倒去用骗。台湾教会公报社澄清，总社咧台南、台北、台中高雄有册房，并无诈骗讲的讨横据点。因强调创社142年，无经营婚姻媒合和交友业务。那近来诈骗手法百款，警方呼吁大家提高警觉，要求民众于手机输入21设定来电转接至指定手机门号。由诈骗集团成员直接接收民众账户、信用卡、交易之验证码、确认电话等资讯，造成民众巨额财产损失。诈骗手法对投资慢慢南入来金港和宗教做连结，民众若准当着私下咧招，地点无明确，也是爱付真大笔的费用，一定爱纠正细腻，唔通辛苦钱，互人骗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民众驶帆船去小琉球的外海，煞因为风伤头，撞去冰船。好佳在有赶紧打电话报案，这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嘛顺利救到人。海洋浮沉，一只帆船变去，船顶锁仔，佮绑着一名查甫人。边仔细只船豆豆挖紧找司机救援，锁仔固定好了后，救援人员甲查甫人和帆船救到船边，甲人救起来。食水的查甫人司机无力倒伫边仔，总算会当歇喘。12早起11点左右，小琉球中澳沙埔传出有帆船变去，琉球海域救援协会接到消息，就紧出动2只船仔，含人力救援。反正咱社会迄个理事，有人通报通报的时阵，伊在赛事，咱用空白机点啊翕啊，这小只帆船都变去伫啊。哦，风收头哦。风头哦，真正好头，袂甲因啦，毋过用色大啦。各位喜好玩水域游戏活动的朋友们哦，在活动前哦，要了解相关的水域游戏活动注意事项啊，并且注意安全，查询相关的天气讯息。这名细腻的查甫人原本打算要对东港的大平湾，一个人驶帆船去小琉球的中澳沙埔，2大距离大约16公里，结果到东流海域的时，煞靠强烈西北风，风影就甲伊拍扁去。大平湾管理处表示，这2日在屏东天气烧热，未少民众拢会想要做水上活动。封面是位在我们台湾的北部，所以我们屏东平原处于风前暖区，吹的是温暖的西南风。加之风力不大，只有1到2级，所以感到闷热，温度普遍有大概33到34度，那体感温度甚至有34到35度。屏东地区12、13温度悬，体感温度甚至有到35度左右，而且无啥物雨水，爱等北边风面往南，温度才会小可降，毋过嘛是烧热。大平湾管理处嘛呼吁民众要做水上活动，爱注意风影和天气变化，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5月17就是阳光基金会所发起的面膜平权日。这阳光基金会又发布调查，发现讲外表有各样的人，其中65.7%是拢捌受到无友善的对待，大多数拢是伫咧学校发生的。所以基金会嘛有专工来推出各式的教案，希望会当透过教育，互囡仔知影着爱尊重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外表。时时刻刻，我都努力着。和烧伤疤痕对抗。有人因为意外互火烧着伤，变细做复健，都是要恢复原本的生活。但是，若身体爱复健，心情嘛爱顾，包括要安怎面对别人的眼光。啊，人火疗期的詹立言，受到学生时期因为外表互人歧视，是讲甲后甜目眶红。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5月17是阳光基金会发起的面膜平权日，基金会嘛针对239个面膜有过用的人做一份调查，发现有65.7%的人捌因为外观拄当到无友善的对待，其中青少年的受访者当中有50%的人捌受到歧视，而且有70%是发生伫学校。上接拄到的状况是超过一半的人会互人禁看，35%的人会哄笑，30%的人会互人排斥。所以阮即届吼就是。感觉讲爱为学校的教育开始，唔是干那教讲大家莫去欺笑别人，嘛爱开始了解讲吼，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手机焦虑世代，其实受到社群的影响是非常大 ，Instagram， 然后各种的 trade， 那其实都让孩子都朝向越来越单一。这次教案最大的价值在于说，它其实可以让孩子去。尊重多元的声音。基金会表示，社群媒体是愈来愈时行，外观评价已经加做一种习惯，所以推出美感侦探各小教案，都是要透过课程，让学生跳脱过一种水的想象，唔望为校园开始，和尊重外观有差别，加做日常。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台北市推出社区鸟鼠警防署的服务，希望会让协助民众来找出鸟鼠的来源，解决问题。这个服务自5月15要启动，台北市的社区管委会也会当透过网络来申请，提升环境的品质。老鼠可能会透过这上面，有没有看到这上面电线一样是干净的？鸟鼠类警防署伫表格详细检查电线周围，就是要找到鸟鼠夹过的分者。台北市推出社区鸟鼠类警防服务，透过专业的鸟鼠警防署夹入社区，针对建筑甲四颗链等的环境做全面的检查，包括鸟鼠脚趾加痕，嘛会透过无共鸟鼠的类型，譬如讲水沟鼠、触电器等等，甲可能有鸟鼠出入的路线为源头找出问题。所以这3种老鼠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样。那我们透过一些居住的环境啊，吃的习性啊，然后这些状态，然后来发现它，然后去找到它的一个踪迹，然后去协助民众去对付它的一个状态。台北市这摆生活行动，都是因为过去拢靠市民通报会较被动，鸟鼠出入的热区，若无人通报问题，就真好发现。环保局长嘛讲，徛个厝鸟鼠出入的状况，其实并无菜市啊，食市场数少，所以希望透过加入社区，用专业的诊断，替民众解决鸟鼠的问题。找到这个老鼠活动的热点，以及透过各种社区里面的孔洞，协助他们找到看是不是会进入家户的一个通道等等。甚至这对于家户里面的食物源头管理，以及堆积杂物等等，都会是我们这一次诊断的主要目标。若社区鸟鼠类警防服务，环保局讲的为5月15开始正式启动。台北市的社区管理委员会通透过官方网站申请这项服务，透过专业的巡检甲后续改善，一步一脚印减少社区鸟鼠的问题，提升整体环境的品质，让民众愈安心。记者郭正阳、志刚台北报道。镜头往来看花莲，花莲有民众是牵伊的狗仔出门，转厝了后，狗仔煞是熊奋起，送病院了后才知影是去互射着麻醉的射洞。了解是去外面来看，怀疑是官府的掠狗仔队所做的。民众来批评讲，就算是要掠笼洞狗嘛，应该要先确定好清楚。这款落错的做法是害伊的心肝囝险啊无命。事件发生伫12日中昼，麋鹿和主人去市区买物件，唔知影煞熊走转去厝倒落未精神。主人第一时间当作是食不中毒，紧对伊 CPR 送医急救了，才发现昏昏死，是因为互人射着麻醉剂，完全昏迷，整只这样子举起来，它是完全瘫软，然后掉白眼，连呼吸、心脏
都几乎察觉不到，完全检测不到。主人调活检失去了，发现当天下晡的1点56分，一只掠狗仔车经过了，米类腰就出现箭头。敲电话问动保所，得到回应是咧掠吞大拢地黑色甲白色的狗仔。不过米类根本就无入去参园，这个掠狗队是看到乌的白拢成掠才讲。有犬只是受到民众的通报说，侵扰他的农田、他的农作都无法来收成。那同仁到了现场之后，也根据民众的指认，想要进行捕捉的一个作为。我们这次请这个任务的兽医师是不是具有这个资格？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同仁方面有相关的一个需要再精进的部分，我们会来做相关的内部的检讨。事件在光复乡引起争议，大多数的民众拢质疑官府掠狗这边麻醉的人，竟然无受医师的资格，那害狗仔翘起是谁要来负责？如果说是饲主管理不当的话，应该是要用劝导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用麻醉枪这样子来射击，是不是会造成狗这个伤亡？官府该随照规定用麻醉枪需要有受医师的资格，不过也是会使以行政的方便性来处理。饲主认为掠狗对根本就掠唔到狗仔，希望官府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甲保障相关的资格了，才来执行公务。记者综合报道。第37届流行音乐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金曲奖拢总有选出167件入围的作品，要来竞争27个奖项。其中台语歌王歌后的部分入围的就有资深的歌手白冰冰、甲萧煌奇等等。嘛有头一届入围的 CJ 陈依婷，这的少年歌手实在是真竞争。亲像真多话想要讲。以白色恐怖时代故事做题材拍的电影《大王》除了票房好，主题曲嘛入围金曲奖最佳作曲金奖。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第13公布，入围的作品音乐类型真多元。在最佳台语专辑奖的部分，包括萧煌奇、陈其龙等人的专辑拢有入围。入围的有银宽边走边听有限公司，做一个秀情软心的人，华纳国际有限股份有限公司，主题歌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腾扣咱的兄弟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我讲滚石移动股份有限公司。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有已经提过世界台语歌王的萧煌奇，也活当书中乐团主唱结党吴永杰为做空间的老爸创作的头一张个人台语专辑《腾扣咱的兄弟》，甲今年头届推出个人专辑就入围3项奖项的 CJ 等等。另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有捌提过台语歌后的资深歌手白冰冰、秀兰玛雅和新时代歌手陈其龙，甲头届入围的台语等等。今年台语歌王歌后的入围名单真竞争，评审团嘛希望会当继续开发新的声音甲创作。我们的串流 AI， 还有现场演出以及语言边界持续都在改变的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要有一个宽阔、开放的音乐创作环境。文化部表示，今年金曲奖拢总选出167件作品入围，要竞争27个奖项。那颁奖典礼是打算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嘛有电视甲网络的转播。记者卢尚柱、郑准佑台北报道。那讲到西班牙的建筑天才高迪，大部分的人拢会先想到巴塞隆纳的这个圣家堂。也毋过，其实伫个加泰隆尼亚也是有一栋伫咧山内正神秘的别庄。经过专家的鉴定，确定也是这高迪作品，带大家做回来看。西班牙加泰隆尼亚比利牛斯山脚有一栋厝顶真奇怪、像斜45度的山景别庄，是谁做的咧？争议有超过100多栋，一直到今年的2月。Y ahora hay un estudio hecho por el director de la Catedral de Madrid, Galderic Santana, que ha demostrado, y no hay manera de que se lo pueda arrebatar nadie, que esto es de Gaudí. Se trae un estudio y lo puede certificar al 100%. 卡特利亚拉斯别庄是伫咧1901年起的，原底是胖一大头家为着要安置煤矿工程师所起的。不过煤矿关起来，建筑嘛对咧芳远，因为伊的设计是真大胆，拢无留签名也是拿图，互伊的身世变做是一个谜。Me pidieron si podía hacer
un trabajo de investigación para poder acreditar esta autoría, ¿no? en todos los sentidos. Y bueno, yo me lo tomé como un reto a ver si podía conseguir hacer un trabajo de este tipo, que en pintura hay precedentes, pero en arquitectura no. 高地建筑伫巴塞隆纳为真出名的圣家堂、巴特罗之家，到较罕得有人知的修道院，拢有一个真厉害的大师特别的结构美学。也那专家研究发现，这栋别庄使用高地上有代表性的加工，用作抛物线技巧。这种结构伫咧迄时是伤过大胆，连建筑的工人拢惊厝会塌落来，搁私底下加起加墙。这款无妨理解感觉。 拄好是高地作品的灵魂，嘛是我靠这份认证，让这间别庄会当证实这是高地作品。Y la idea sería hacer un tipo de refugio, a lo mejor no tan tipo para montañeros, o sí, pero sería el único edificio donde se podría dormir actualmente de Gaudí en todo el mundo. 高地作品若体现伫咧起厝尔尔。 伊伫咧设计厝的时阵，含内底家具嘛拢包起来，像讲这一寡用橡木做的椅仔，虽然看起来形是真凊彩，啊，毋过是甲人体工学是真符合。Most of the people know Gaudi for his architecture, but the furniture is something that wasn't always very well known. 今年6月是高地往生100档，圣家堂年初正式变作是全球上悬的教堂。 为世界级的地标到深山拿来别庄，这位上帝建筑师伫咧8年了后，要是互现代人真惊喜。公视新闻林义珠编译。伫新闻的最后，佮再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甲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1度至26度。 中部地区22度至28度，南部地区24度至31度，东部地区21度至29度，外岛地区19度至29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俊，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